当然那个议员不是高雄市议员的哈，可是他常在管高雄的事情。不分区议员。对对，他说你是为了算好什么12月6号要拿年终奖金哦，而且他把蔡壁如跟那个黄庆也写进去，说你们都在等那个钱，所以呢，才会拖到那么晚才跑来做选举的工作，是这样吗？我从来没有算过到底年终考绩是多少，我根本搞不清楚。他们算说真的要我去弄清楚，我还真的不在乎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也没有空去管他到底是多少钱了。基本上第一个他有没有违法？如果是法定可以的，对，那有什么问题？我辛辛苦苦做了1年，我1年做牛做马做到快死掉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工作不是人干的，这个工作也整整做了一整年，我没有一刻的懈怠跟放松。在第二个，在道德上有没有问题？在道德上，我不是说丢着就不管，我也不是之前请假他们就骂呀，还拿着公家资源，我就干脆我什么都不要，我也不占行政资源的问题，我直接辞了。这样也不行吗？他在道德上，我是审完了23读的预算之后，交代清楚所有的预算科目编列，然后我才离开。所以基本上道德上有什么问题？所以我也从这一刻开始，我确定开始辅选之后，我就不会再用任何行政的资源，因为我到前一天还有一位民进党的议员还在说，人家刚才辞算了，就等到我辞他又跳脚，哇，他不知道这么需要我，没有辞也骂，辞了也骂这样子。对啊，不知道他这么需要我，因为需要我们的新闻曝光量。有爆料内容在讲说，你帮韩国瑜把网络声量炒起来，第一批种子部队是奉你的口谕南下相助。我跟你讲，我还有这么多操这的时候，这个是哦，卫视拢牵拖隔壁，你知道吗？无卫视牵拖隔壁，这个韩流是你们民进党执政不利的，刚好又什么823水灾啦，又什么虎优嘛，一连串加起来，才造成韩流。现在说韩流出现，现在还怪我，那时候是我的网军，天哪！我要是有网军，我现在每天挨打。那市长，因为现在这一个，比如说像陆之俊，还有像王浩宇，陆之俊他在他的倾向看起来是支持绿党的，会不会觉得说绿党现在针对你们或者是民众党这样的攻击或放话，其实都是为了要争取政党票？我懂啊，这个，我觉得其实这些小绿，你知道吗？我刚才是这样的，政治上。其实何必去当小绿呢？你当小绿，结局就是常常变人家的尾巴党嘛，所以没有必要了。市长，先问一下，你认识陆之俊这个人吗？因为他在他的脸书上面说，你去年跟黄承博他们在木栅那一场例会，其实他们是有说他们就是可以帮你劝退姚文智，是你自己不要。然后你还说姚文智如果出来选到底的话，可以帮你争取到蓝营的选票。这奇怪，这个如果当天开会就那几个人，那今天我又没有出来讲，那到底是谁出来放消息的？所以是真的有这件事情吗？第一点呢，他们那一天只是很客气的，没有，因为是这样，我讲话一向都直来直往嘛，可是他们讲话都绕来绕去，你知道吗？我听不懂他们想干什么，我就这样讲。所以，那你真的有说要让姚文，他们可以继续提姚文智选到底吗？是这样讲的吗？我刚才这些那了，除非有录音有什么影像，不然这个事隔2年，现在每个都出来，各说各话，这个，而且总会找一个完全无关的人在讲这件事情。陆志俊跟那一天与会的人跟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所以你不认识这个陆志俊？他是那个像许信良的助理嘛，是不是？我记得是这样。因为王浩宇说陆志俊以前有帮你做过事情。什么时候？不晓得。他没有，他就只有讲角色。王浩宇现在也变侧翼的嘛，所以就算了。因为他还说那个蔡英文对你爱护有加。蔡英文对爱护那而且他们对爱护的定义大家不一样，还是？所以你没有那个时候，你也没有想说，就是姚文智如果出来选的话，你可以继续争取蓝营的票。那时候没有跟陈明文他们分析。我刚才这种事情事过境迁，你这样就不要再去做太多。其实他们当时也是个试探吧。那我们看说到底怎么说定的。其实老实讲，我刚才这个是这样的还是那一句一开始是狗摇尾巴，后来尾巴摇狗，后来尾巴掉在地上自己会摇。就是说，你们在2017年9月那种操纵媒体，把柯文哲打成这个样子，然后等到后来，我觉得我刚才讲说，你们都打成这个样子，现在你们要跟柯文哲合作，现在有问题的不是我，是你们自己都解释不下去的。所以常常是这样的，政治这种东西就是说很多东西
就说不是做了以后要再 correction， 要再矫正回来，或者要再弥补回来，很困难呐。所以我说你们把我抹红这个样子，现在你们又说要合作，我恐怕到时候要解释不清的是你们。市长，你对郭董还有亲民党的关系感到吃味吗？不会啊，这个哪有什么？这个对我是都可以理解的，就是我也不会说，我觉得这样嘛。对制造商来讲，他也不会只找一家代理嘛，常常他也找好几条通路，所以对我来讲，这is OK 的，我都可以接受。那你认同蔡清宇说，就是郭董对于感情这件事情没有很拿手？那我更不拿手，我还雅斯伯格症。是好你的。那你有没有想要消灭亲民党？因为蔡清宇今天早上受访的时候是说政治算计，说穿了就没意思。消灭亲民党，这么赶快。不要把很多这种自然发生的事情都算在我头上，我实在是。这样可是有民众党的反应是说，他不知道郭台铭是敌是友，你觉得呢？这也是一样嘛，我们自己很多这个不管是我们的不分区的或我们的区域立委，也是每天意见一大堆所以这常常是这样嘛，有各种声音嘛常常尽量求取一个最大的平衡点，就这样。好了。